来看前总统赖清德今仔出席2024年的智慧显示展览会哦，嘛承诺讲会来协助民邦相关产业的发展。另外，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风声讲会接海基会董事长，也毋过哦，今仔两个人是拢无回应。嘛传出讲赖清德礼拜四会开记者会来公布外交、国防、还有两岸等部会人选。 以颁奖予民办大厂，前总统赖清德参加自控技术智慧显示展览会，向业者当面承诺，未来会全力协助产业发展。我们这个智慧显示器产业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发展，需要政府什么样的这个协助？新的政府都会聆听，跟大家一起合作，再次提出好的方案，让我们产业界能够更加的进步。 跟半导体产业其实都撑起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政府没有特别重视某一个产业而已，每个产业都重视。第5项奖金只剩26天，赖清德内阁布局已经差不多，不过各项两化人数犹原无正式公布。风声陪伴出席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经过赖清德定审了后，点头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并且都是赖政府释放两岸对话交流的信号。不过两人在这风声传出来了后，第一摆港台互动无济。 海基会董事长是被硬塞的位置吗？会接受海基会的职务吗？无论什么人担任台湾海基会的负责人，两会协商机制能否恢复，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另外，媒体报道，总统府副秘书长黄中间要去国安会进进，担任副秘书长或者是执行委员。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英成也要去国安会做主委。现任国安会副秘书长施思检、刘德金留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丁俊涵也留任官职。副总统明天公布外交国安人士吗？黄崇彦跟马永成进国安会吗？ 根据了解，赖清德拜四要开记者会，亲自宣布外交、国防两岸等部会首长的竞选。记者综合报道。